郭玲麗議員。唔該，主席。咁喺呢一度就第一樣嘢我都幾實在地真係認同，其實同事已經真係好努力，喺呢2-3年做咗好多嘅工作。咁亦都見到其實今次佢哋嗰個嘅報告出翻嚟咧，我都覺得好實在，真係點出咗一啲嘅問題。咁如果你話譬如我哋真係針對住一啲嘅建議啦或者問題啦，我哋可以再深化去睇咧，我好相信咧喺未來咧，我哋會可以將個數字會進一步去降低。咁呢個都係大家期待想見。咁但係喺呢一度咧，我又有少少跟進，係唔好意思，即係我自己有一樣嘢，其實我已經講咗幾年，就係關於嗰個建造安全設計。咁我其實見到而家仍然你哋都即係已經好好啦，咁啊已經出咗一啲指南啦或者性啦。咁但係我仍然都係強調嘅，喺1992年咧，其實歐盟咧已經係定咗成個框架咧，係必須已經係要做嘅事情啦。即係地盤入邊係關於嗰個建築嘅安全設計係必須已經要做嘅事。咁但係而家呢一度我哋喺香港咧仍然都係有啲慢嘅，而家仍然都係一個嘅指南啦、指引啦、設計嘅階段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我都想再向呢一度講，就係話2025年嘅2月，即係啱啱啦，你哋其實就我哋立法會都出咗一份嘅報告，亦都係關於職安健咁嘅睇法。咁我覺得呢一個你哋都可以做一個嘅參考，佢點樣講翻一個嘅建造安全設計，其實喺新加坡同埋英國而家進展係點樣？而佢推呢一樣嘢嘅時候，佢係降低咗幾多嘅 percentage 同比例啦？咁其實佢都寫幾清晰。咁我都希望咧，其實唔好嘥咗啲報告，可以用嚟睇一睇，希望可以咧有進一步嘅發展嘅空間。第二樣嘢咧就係講緊咧嗰個嘅精神健康嗰度，其實頭先同事都有提到。我好想知道你哋而家講緊幾千個一啲嘅傷亡數字啦，咁啊另外就係有即係幾百個嘅即係可能一啲嘅死亡嘅數字啦，或者20幾個嘅一啲嘅死亡數字。你有14個，大部分都係建築工地度。咁我好想知道有冇了解過、調查過，當中有冇涉及到，多數都係人為疏忽啦，唔會特登啦。會唔會涉及到係關於佢哋嘅情緒健康問題，而令到佢哋係疏忽呢？另外，我都係好想知道嘅，譬如話，當佢哋真係假設佢哋即係意外發生咗啲死亡事件嘅時候，有幾多個個案其實有開到死因研究庭咧？咁呢個都係我想知嘅一啲嘅數字嚟嘅。咁啊，最後一樣嘢啦，咁其實就希望一啲嘅建議，見到大家已經好努力。但係我希望再進一步嘅就係將我哋唔同嘅工地咧，你哋都係分層次，因為其實有不少嘅國外咧，佢哋都亦都會分咗一啲嘅高風險嘅一啲嘅建築工地，或者咧有一啲嘅基礎啲。咁如果你哋咁樣去分到呢一個類別嘅話咧，我相信對於你哋未來，譬如話一啲嘅安全主任啦，或者一啲嘅設置啦，或者一啲嘅要求咧，亦都可以有啲更加清晰一啲嘅指南，係可以咧俾到一啲嘅地盤，我哋做一個參考資料。3樣嘢，唔該晒主席。好啊，咁啊，精神健康嗰啲咧就可能請勞工處啦，咁另外安全設計或者高風險工地咧就可能要請發展局回應啦，好嘛？請副處長先。我先答最嬲尾嗰點先啦，即係喺頭先郭議員咧提出關於嗰個即係風險嗰度咧，我哋即係總體嗰個原則咧都係以風險為本嘅。咁其實正正咧有科技嘅幫助咧，就令到我哋呢個風險為本做得更加精準。即係如果當我哋發現係有 4S 工地，咁我哋可以比較一下，究竟係嗰啲工地同冇用 4S 嘅情況係點樣樣。咁然之後咧就方便我哋同時做部署啦。即係如果嗰啲地盤係意外率係冇咁差嘅，好啲嘅，咁可能我哋擺嘅資源又會有啲唔同。咁如果有啲好似頭先幾位議員都提過啦，就係即係屢勸不改，咁成日都有麻煩嘅話咧，咁我就即係重點去跟進。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作為風險為本嘅做法，會係咁樣樣。咁跟住或者就請溫醫生。好啊，精神健康嗰度就請溫醫生回應一下。我諗郭議員頭先係想講緊嗰啲死亡個案嗰方面嗰啲情況係咪？咁我哋其實就住死亡個案咧，其實頭先講過有啲好大部分係嗰啲即係並非工作意外導致嘅死亡個案啦。咁其實我哋即係幾年前同職安局都做過一個研究㗎啦，嗰個。咁其實
呢啲個案咧好多咧，其實都係大部分咧有七成或者以上咧，都係一啲即係心腦血管病嘅個案為主嘅。咁嗰陣時，我哋嗰個研究都有做過呢啲個案嘅分析咧，睇下佢裏邊個即係有啲乜嘢嘅因素會導致佢呢個即係死亡啦。咁就發覺佢其實裏邊即係除咗係即係有一部分可能個工作嘅時間有少少長之外咧，其實好多咧都係佢本身嗰個譬如話個心臟啊，本身咧嗰個一啲嘅血管咧嘅問題啊，或者有其他一啲嘅自己本身嘅健康嘅一啲嘅風險嘅因素嘅，咁就個結論咧都係其實係難以話佢係呢啲個案同嗰個即係工作一個確定嘅一啲嘅關係嘅咁因為本身呢啲心血管病咧，其實佢係有多種嘅風險因素引致啦，包括佢即係年齡啊、性別啊、佢自己嗰個生活習慣啊，譬如有冇即係食煙啊、飲酒啊等等，咁都好多因素嘅。咁所以我哋嗰個分析嘅結果都係即係難以話佢係即係同一啲即係工作啊，或者你話係即係個別係一啲精神嘅問題啊，係一個即係好明確嘅關係咧，係做唔到呢方面嘅一啲嘅咁樣嘅結果啦。好啊，請發展局簡單回應埋嗰個安全設計啦，好嘛？主席，除咗佢講緊頭先死亡之外咧，其實我仲想知道佢關於咧嗰個嘅意外受傷嗰個個案，其實有冇調查過？其實有冇同佢哋嘅情緒健康係有關咧？好啊，請温醫生簡單回應完之後，就請發展局啦。死亡或者呢啲傷亡嘅個案，我哋其實每一個即係死亡嘅個案啦我哋都會即係做一啲嘅調查嘅，咁睇下佢究竟嗰個個案個成因係同嗰個工作本身有冇啲咩特別嘅因素有關係啦。咁我哋如果睇過佢係譬如話係同一啲工作有啲咩嘅壓力啊，會唔會導致呢個問題咧？我哋嘅醫生咧都會俾呢方面一啲嘅意見俾僱主啊，或者係即係死亡個案嘅親屬佢哋參考啊，去即係睇下呢件事係咪屬於一個工作嘅導致啊咁樣咯好啊，最後就發展局簡單回應下啦。多謝主席，或者我集中講翻係近年嘅發展局同埋建造議會嘅工作。咁頭先我有提到咧，就建造議會咧喺2022年咧11月就發出咗一個參考資料啦。咁就希望咧就私營去做啦。咁喺2023年4月咧，就建造議會咧就亦都舉辦咗一個建築安全設計嘅訓練課程，希望咧就配合呢個咁嘅推廣嘅活動啦。咁之後咧，我哋喺發展局咧亦都喺建造安全週裏面咧就舉辦咗一啲講座，咁就喺2023年8月咧就希望多啲業界去支持嘅。咁到最近呢，就係2024年嘅7月啦，同埋2025年嘅5月咧，亦都有一個先導計劃。咁個目的咧，亦都係希望咧，就私人嘅發展商咧係多加參與呢個建築安全設計咁嘅呢個舉措嘅。咁我哋現時個目標咧，集中咧就希望咧，成個業界有一個氛圍，佢哋多了解建築安全設計能夠帶嚟嘅好處，咁希望佢哋可以自己咧多加採用咁樣嘅。多謝主席。主席，30秒時間好唔好？唔好意思。第一樣嘢情緒健康，我覺得係非常重要嘅。我希望你哋咧喺之後一啲嘅個案入邊，我相信你哋梗係冇數據，亦都之前亦都冇收集。咁而家既然 AI 我哋都已經可以幫到我哋嘅，或者有好多嘅一啲嘅問卷或者係調查嘅時候，會唔會加埋呢一啲嘅數字嚟評估翻嚟之後？第二樣嘢其實我頭先講嘅係分類型，唔係你哋而家因為有 AI 數據，而家已經最好啦，有個 AI 數據幫你分析嗰個嘅風險評估。你哋希望咧善用啲數據，將我哋嘅工地咧已經係本身已經係分咗一啲嘅級別同類別，亦都有相應嘅一啲嘅設施咧。咁所以呢一個咧，我希望大家係可以善用，一少少嘅意見。唔該晒主席。